为了要和民众会当自然来使用台语，嘉义市有独立册店用读册会方式邀请参加的人爱用台语来介绍家己喜意的册，有人分享小说，也有人介绍这文学作品。举办活动的独立册店表示讲，无设定分享的主题，除了要鼓励民众拢会当来参与以外，也希望台语的使用会当进入到咱的生活。也有运动的，也有红啊册。幼儿园的老师教大家唱耶诞歌曲，家己市的独立册店举办台语读册会的活动，想要分享啥拢会使，就是要鼓励大家讲台语。因为我台语无讲足练长的，所以就马上有学到。拄啊，大家互相个有当讲啊，即个我袂晓讲，吼，迄个我毋捌伊的意思，吼，内底若有人知影个会替你回答。读册会有人绍介家己的小说，有人注新文学，嘛有人分享学校教囡仔学台语的教材，内容多元又够丰富。看会当卖遐尼死硬啊，遐尼固定，遐尼形式，咱会当来一个来解破即个方式啊，较轻松，啊了后有无点嘛当得到更较无共的意义安尼。拢会晓讲小可，只是阮的生活中呢，足久会当安尼侃侃而谈，所以我感觉即个活动，互大家会当较放轻松的讲台语。独立册店的头家讲，台语虽然是咱的母语，不过有的人讲了无好，就愈歹势讲。册店望透过活动，互讲了袂认得的人，嘛敢开嘴讲台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